今日講到經文係採自出埃及記6章1至到13節，題目係我是耶和華。請聽我讀出以下呢13節嘅經文。耶和華對摩西說：現在你必看見我向法老所行的事，是他因我大能嘅手用以色列人去，且把他們趕出他的地。神曉諭摩西說：我是耶和華，我從前向亞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顯現為全能的神。至於我名耶和華，他們未曾知道。我與他們堅定所立的約，要把他們寄居嘅迦南地賜給他們。我也聽見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嘅哀聲，我也紀念我的約。所以你要對以色列人說：我是耶和華，我要用伸出來的膀臂重重地刑罰埃及人，救贖你們脫離他們嘅重擔，不做他們嘅苦工。我要以你們為我嘅百姓，我也要作你們的神。你們要知道，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，是救你們脫離埃及人嘅重擔的。我起誓應許給亞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那地，我要把你們領進去，將那地賜給你們為業。我是耶和華。摩西將這話告訴以色列人，只是他們因苦工愁煩，不肯聽他的話。耶和華曉諭摩西說：你進去對埃及王法老說，要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。摩西在耶和華面前說：以色列人尚且不聽我嘅話，法老怎肯聽我這拙口笨舌嘅人呢？耶和華吩咐摩西、亞倫往以色列人和埃及王法老那裏去，把以色列人從埃及地領出來。我哋同心禱告。感謝主帶領我哋今日主日嚟到教會敬拜你，能夠同弟兄姊妹同心敬拜，係我哋莫大嘅福分。感謝主賜俾我哋你寶貴嘅聖經，讓我哋能夠明白真道，知道你嘅心意。祈求真理嘅聖靈開啟我哋嘅內心，讓我哋明白你嘅話，願講嘅、聽嘅同得幫助。將以下嘅時間恭敬交上，聽我哋同心嘅禱告，係奉救主耶穌基督嘅聖名而求。阿門。弟兄姊妹，今日嘅講題係乜嘢？冇乜反應嗬？可能因為頭先我講得唔清楚，大家唔係好記得，定係話唔係好敢講？我是耶和華。可能係後者啦，嗬嚇！我又唔係神，點可以話係我是耶和華嘅呢？嗬，係咪啊？係啊，我哋唔係神，所以今日嗰個題目咧係有個引號嘅，大家留意嗬，有開引號同埋刪引號，即係話咧呢句説話唔係我哋講嘅，我哋只係複述神嘅説話，係轉述神點樣去稱呼佢自己。轉一個問題嗬，唔知弟兄姊妹喺咩場合去介紹自己嘅呢？你可能話係當同對方係第一次見面嘅時候咯，嗬，你好啊，我係某某某。又例如當我哋去加入一啲 WhatsApp 群組嘅時候咧，你可能會先介紹下自己係邊一個，係咪咁啊？不過有啲時候咧，我哋自我介紹咧，就唔係一定係因為同對方係初相識，唔係因為咧我哋係陌生人，而係想提醒一下對方，其實我哋係識㗎。不過過咗一段時間之後，我估計你可能唔記得起我係邊個啦，所以咧我就主動話俾你聽，然後又再補充一啲資料，希望你能夠記得起我啦咁樣。我有個相近嘅情況
我之前被邀請加入我以前讀書個校友嘅 WhatsApp 群組，我係後加嘅，咁即係話咧群組入邊已經有唔少嘅校友喺度啦。當我名入咗呢個群組之後，好快就好多人同我打招呼，話我是誰，我是乜乜乜咁啦嚇。對方咧可能擔心我記唔起佢係邊個嚇，所以當佢哋報上自己嘅名之後咧，跟住就話：我係19幾年畢業嘅。哎呀，19幾年啊，我應該講2000幾年好啲啊。唔係，實際係我哋19幾年畢業㗎咁樣。我哋又一齊曾經修過邊啲科㗎咁樣嚇。我記得啦嚇，跟住我就話翻俾佢聽，我係某某某，我係邊個，唔係一定係新相識㗎，可能係一早已經認識。再提自己個名，只係想加深對方對自己嘅印象，讓對方記得我係邊一個。神話我是耶和華，都係咁嘅意思，唔係話以色列人從來唔認識神，唔知道神係邊一個，呢個根本上冇可能嗬。神話我是耶和華，其實係要以色列人再一次認識佢哋呢位嘅神，再一次去記得神喺佢身上邊所作嘅事。當然，神話我是耶和華，又唔係單單對當年以色列人所講，佢亦都係對我哋講㗎。神要再一次提醒我哋，要我哋再一次去思想神喺我哋身上邊嘅奇妙作為。如果在座嘅有一啲仍未信主嘅朋友，其實神呢句説話亦都係對你哋講㗎。神要你去好好認識佢，叫你知道神可以喺你身上邊同樣施行奇妙嘅作為。聖經好清楚話俾我哋聽，當一個人信耶穌，佢個心就會被神改變過嚟，從此就有一個新嘅屬靈生命，一個新嘅不再一樣嘅生命。所以神話我是耶和華，唔單單只係對當年嘅以色列人講，亦都係對我哋信主嘅弟兄姊妹或者係未信主嘅朋友而講㗎。所以就讓我哋一齊睇下神要對我哋在座每一位講啲乜嘢啦。上主日講到提及摩西去法老嗰度，要求法老放以色列人，但係法老咧就一口拒絕。唔單止咁，佢仲加重咗以色列人嘅工作。包傳道喺透過呢段經文提醒我哋，當我哋跟從主遇到挫折、遇到唔順利嘅時候，唔好灰心，因為神有佢嘅時間表，有佢嘅時間，有佢嘅計劃。我哋只要堅持忍耐，就可以睇到神嘅工作。就好似第6章嘅第1節咁樣講。耶和華對摩西說：現在你必定看見我向法老所行嘅事，使他因我大能嘅手容以色列人去，且法老會將佢哋趕出法老嘅地方。神向摩西保證：摩西，你放心，你唔使灰心。因為你會一定見到我向法老所做嘅事情，法老必定會俾以色列人離開埃及呢個地方。然後呢，神就向摩西講啦：我是耶和華。大家留意神呢唔係講一次嘅啫，唔係只係講一次我是耶和華。如果大家頭先睇經文嘅時候數一數，就會發現神喺頭先嗰段經文裏邊，先後講咗5次我是耶和華。睇唔到唔緊要啦，翻去打開聖經就可以啦。就喺第2節、第3節、第6節、
第7節同埋第8節，多次提及，我哋就知道呢句說話非常之重要。神要摩西留意，其實亦都係叫我哋睇聖經嘅人要留意嘅地方。喺我哋進入去探討明白神講我是耶和華之前呢，我想同大家睇神另一個嘅稱呼，係全能的神啊。喺第3節咁樣講，神話我從前向亞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顯現為全能的神。神話我曾經顯現為全能的神啊！我哋可能比較少去提及全能的神呢個名嗬，比較少啊。反而咧異端咧就攞嚟成為去濫用嘅一個嘅名稱，濫用咗神呢個寶貴嘅稱號啊！所以我哋要好好去認識一下全能的神或者全能神。按中文我哋按字面去理解係指神滿有大能、滿有能力。所以我哋睇英文聖經嘅時候，佢會譯做 God Almighty。但因為呢個名字咧有唔少嘅討論你有機會去上下網睇下有關嘅書籍，你發覺好多個討論，所以有啲人咧就索性用音譯。有首歌咧叫做 El Shaddai， 唔知有冇聽過啦？El Shaddai 就係全能的神，佢冇譯做英文，直接點樣叫就點樣講啦。呢首歌嚟嘅，有冇人聽過啊？El Shaddai, El Shaddai, El Alona Adonai, Age to age you're still the same, by the power of the name， 咁樣嘅翻去 search 下，幾好聽。El Shaddai， 名字即係一個翻譯啫嚇。我諗更重要係去知道呢個名字帶嚟嘅意思，對我哋嘅意義啊。點樣了解呢？我哋去睇下聖經喺乜嘢時候，喺乜嘢地方講到神係全能神啊？因為呢一個嘅睇嗰段經文嘅出處，就能夠幫助我哋去直接明白呢個嘅名稱對我哋嘅意義。我想同大家睇兩段我哋都比較熟悉嘅經文，兩次即係咩情況呢？都係當事人遇到一個困難嘅處境嘅時候，全能嘅神就向佢哋顯現，將佢哋帶出困難。先係創世記17章第1節，亞伯蘭年77歲嘅時候，耶和華向他顯現，對他說：我是全能的神，你裝在我面前作完全人，我就與你立約，使你嘅後裔極其繁多。有印象可呢段經文？呢個時候亞伯蘭已經差唔多100歲，但係嗰陣時候咧，大家要知道亞伯蘭仍然未有孩子嘅，冇孩子嘅，未有仔嘅。按一般情況，其實應該係冇噶啦，係咪啊？試問一個冇仔嘅家庭，又點樣可以成為一個大國咧？點樣可以按神所講，你嘅後裔會極其繁多呢？基本上係冇可能噶，呢個係一個困境嚟噶，或者咁樣可以講啊，係一個絕境嚟噶。但係聖經卻俾我哋睇到，全能嘅神喺人嘅困擾之中，為人開出一條路。全能神讓亞伯拉罕喺年老嘅時候得個仔，係咪啊？大家記得叫做以撒。第二段經文喺創世記28章第3節，以撒給雅各祝福，話願全能嘅神賜福俾你，使你生養眾多，成為多族一個祝福嗬，大家一睇就睇到啦。呢個祝福係幾時去做㗎？
以撒幾時祝福雅各㗎？就喺雅各逃難之前㗎。佢哥哥要追殺雅各，記得可？以掃要殺佢啊！大家試下諗下可？保住條命已經唔錯啦，係咪啊？仲會諗到以後生養眾多，成為多族，都幾難可？但係全能嘅神親自向雅各嘅夢入邊向佢顯現。大家仲記得嗰個夢嗎？雅各見到個梯，個梯頂就到天，有使者從個梯上去下來呢一幕嗬。雅各見到呢一幕之後，就知道佢所在嘅地方係神嘅殿，亦都係天嘅門啊！我哋睇到全能嘅神喺雅各嘅困境之中去堅定雅各。當神將人從困境救出嚟，當神將人從絕境開一條路嘅時候，人就知道神係全能的神。弟兄姊妹，你知唔知道神係全能嘅神呢？我唔係問你一個聖經嘅問答遊戲，我又係問你一個人生嘅經歷嘅問題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曾經過去經歷過神帶你出困境，你曾經睇到神點樣將你喺絕路裏邊開條路俾你嘅話，如果係有，咁你心裏邊就好清楚知道神係全能嘅神啦。有位老姊妹，佢每個主日總係咧早早就翻嚟教會，開開心心咧就揾個位置坐低，等候崇拜開始。你問姊妹，哇，今日有咩事咁開心啊？咁樣嚇，佢總係咧就講呢個星期咧神點樣幫佢自己。有時係啲大事啦，有時係啲小事，有時咧喺人眼中係啲濕濕碎碎嘅，我哋所謂微不足道嘅事。但喺姊妹嘅眼中，唔理係大事或者係小事，全部都係神做喺佢身上面嘅美事。佢講到咁上下，大多數佢都會補上幾句一啲幾年前或者10幾20年前嘅事。譬如佢講乜當年我生個仔嘅時候幾咁困難啊，個 B 爭啲冇咗啊。佢又會再數。我個仔咧，唔係佢個丈夫啊，對唔住啊，佢個丈夫咧好幾次失業啊，但係神咧又俾佢好快又揾到工作。仲有我病咗嘅時候咧，神點樣醫治我啊？佢睇到神喺過去點樣幫助佢，點樣眷顧佢，所以佢好開心，所以佢好感恩。其實大家諗下即係頭先嗰個姊妹發生嘅事情，其實都發生喺我哋身上面噶嘛。仔喺生產嘅過程唔順利，失業好快揾到工作，患病之後得到醫治，其實好多都係我哋在座弟兄姊妹嘅經歷嚟嘅。只是我哋有冇認為呢啲真係神嘅工作呢？有冇認為係全能嘅神幫助我呢？抑或係我將呢事情過咗就算啦，忘記咗，諗唔起啊？冇再話呢個係神喺我身上面所做嘅奇妙作為。如果真係忘記咗，或者可能真係我哋唔知道神係全能嘅神咯。求聖靈幫助我哋，唔好咁樣。聖靈提醒我哋，過去嘅經驗話俾我哋聽，神係全能嘅神。俾個功課大家，我以前老師啊嘛，最中意俾功課噶啦。我俾個功課大家。今日翻到屋企，搵一段時間靜一靜，好好咁諗翻過去一個星期咧，仲記得神點樣帶你出困境？神點樣幫助你去解決你遇到嘅難題？唔係一定係大嘅，可能係細嘅，好濕碎嘅可能係，但係你知道係神幫助你去解決呢啲問題，透過你記低，幫助你。好好咁認識神係嗰一位全能嘅神。
我哋睇神嘅另一句說話，我是耶和華。正如之前所講，神唔係話見到個新朋友而自我介紹，而係要讓佢嘅子民再一次咁好好咁去認識佢。認識神嘅乜嘢呢？兩方面。第一，係要讓百姓知道邊一個先係真正掌權㗎。換句話講，係邊個話事？邊個係最大？神話我是耶和華，其實就要讓人去知道我係掌權㗎，我係話事㗎，我係最大㗎。呢個其實係回應緊上一章法老嘅一番好狂傲嘅說話。嗰時摩西同亞倫去見法老，佢就講啦，耶和華咧要放走佢嘅百姓，但係法老點樣回應話？佢話耶和華係邊個啊？要我聽他的話，要我讓以色列人去？我不認識耶和華，絕對不會放以色列人走啊！我語氣都比較溫文啊，應該再放肆一啲。法老只係差啲冇講，乜你唔記得我係邊個啊？我是法老啊，我是埃及嘅王啊！呢一個嘅大國嘅地同埋上嘅人都係我管噶。耶和華我唔識，我都未聽過。大概係咁啦。法老呢個狂傲，心中冇神，佢以為自己就係神啦。結果後來當佢要面對神嘅時候，佢就要承擔極重嘅後果。當然就係我哋所認識好出名嘅十災。講到呢度嘅時候，在座咧可能有啲未信主嘅朋友嗬，你哋咧絕對唔似法老，因為咧當你哋願意坐低喺度嘅時候，我就相信你哋個內心係一個開放嘅人。你願意去聽一聽聖經裏邊講乜嘢？你想知道多一啲關於基督教嘅信仰？你想知道一下你嘅基督徒朋友，知道一下你基督徒嘅家人所信嘅神係一個點樣嘅神？所以你唔係法老，你唔似法老一樣心中冇神。幾好嗬！其實我諗到呢度嘅時候，我就覺得好開心，因為有你咁開放嘅人呢，其實耶穌好願意去進入到你嘅生命裏邊，讓你得到一個豐盛嘅生命。所以我鼓勵你嗬，雖然我唔知係邊一個，我鼓勵你快快信主嗬。如果你有時間崇拜之後不如留低啦，喺個盒裏邊飲杯咖啡，等我哋主內弟兄姊妹同你分享一下主耶穌點樣曾經拯救我哋，而呢個拯救嘅恩典，我哋叫救恩，同樣可以臨到你嘅身上。我再睇落去，神話我是耶和華嘅第二個意思，就係神必定持守佢同子民所立嘅約，神係會看顧保護屬於佢嘅人。第2至到第8節，好幾節經文嗬。神向摩西所講嘅話，呢段說話係由我是耶和華開始，亦都係以我是耶和華結束㗎。一頭一尾，我哋叫做首尾呼應。中間就係神用好堅定嘅語氣講出佢要做嘅事情。睇到就可以一齊考，如果唔係聽我讀，都大概感受到經文所講嘅嘢。神要做乜嘢呢？第4節話佢要同佢堅定所立嘅約，要將佢哋從寄居嘅迦南地賜俾佢哋。第5節，我也聽見佢哋受苦嘅哀聲，我也紀念我嘅約。第6節，我要用我伸出來嘅膀臂重重去罰埃及人。第7節，我要
以你哋為我嘅百姓。第8節，我要把你們領進去。大家睇唔睇到啊？神話我要咁樣，我要咁樣，我要做呢樣，我要做嗰樣。神話佢同人立約，同時間佢要為以色列人做好多好多好具體嘅事情。神唔係講咗就算噶，而係一一咁成就。我哋睇之後嘅經文就睇到神點樣去一一去兌現佢所講嘅說話。神話我係守約嘅，守約佢就會守約到底。乜嘢係守約？守約即係話神係信實，佢講過嘅就唔會反悔，一定會成就。乜嘢係守約？守約係話佢講得出就會做得到，因為係守約，人嘅內心就會穩妥，唔會不安。似乜嘢呢？似隻船嘅錨啊！當隻船漂浮喺大海而能夠穩定落嚟咧，唔怕被吹走，係因為嗰個錨。當你遇到一個信實嘅神，我哋嘅心就好似一隻船，有個錨落咗去海一樣。其實呢個唔難理解嗬，都好易理解嗬。我哋人與人相處都係咁啫嘛。當你同一個守信用嘅人相處嘅時候，佢講嘅說話，佢從來唔會反口。佢講咗就係噶啦，唔係講過就算吓，係講咗就係噶啦。佢又唔會順口開河。你同咁嘅人相處咧，你個內心就好穩妥，好平安。你唔會擔心，你唔會思前想後，你唔會估下呢樣估下嗰樣。佢講呢個說話有冇其他嘅意思嘅咧？唔會，因為佢係守約。佢係有信用。如果你身邊嘅人佢係咁樣，都尚且令你有呢個感覺，我哋所相信嘅神就更加啦。神係守約嘅，佢講過就係噶啦。神係絕對可信，佢守約。聖經另一處講話係沒有轉動嘅影兒啊，似乜嘢咧？似呢啲咁樣，我哋叫日虧啊。太陽會移動嗬，由一方移動到另一方，所以你要見到日虧上嘅影咧，就會由一度移向另一度。雖然個黑影會喐，但係嗰啲日虧嗰啲針，或者呢度嘅嗰條石柱，係牢牢咁釘喺地上，絲毫不動。神守約就好似日虧呢啲針一樣，不會改變。雖然四圍喺度喐動，好似個影喺度不斷咁喐，但係呢啲針不動，沒有轉動的影兒。我哋用船嘅錨，我哋用日虧嘅針去想像神係守約嘅，佢必定會遵守。其實呢啲比喻都唔錯嚇。不過咧，都仲係唔係好夠，爭少少，爭啲乜嘢咧？因為知道船嘅錨又好，或者日虧嗰啲針又好嚇，其實都係死物嚟㗎，冇感情㗎，冇愛㗎。但係神咧又唔係喎，神係愛。喺約翰一書經文好清楚咁樣講，神就是愛。神佢本身就係愛，而佢對人愛唔係有時有，有時冇，唔係時有時冇。神對人嘅愛亦都唔係忽冷忽熱，唔係噶。所以我成日就話咧，神嘅愛係點啊？永不改變。聖經裏面有一句說話更加準確，佢話神係守約施慈愛。有印象嗬？守約施慈愛
喺尼希米記嘅第9章32節，我們嘅神啊，你係至大、至能、至可畏，守約施慈愛嘅神。守約施慈愛放埋一齊呢，其實係非常之重要，亦都好有意思，因為可以互相解釋。守約嘅神反映佢咩嘅屬性呢？就係反映佢愛。神守約，因為佢愛佢嘅子民。反過嚟呢，神嘅愛係一種咩嘅愛啊？係一種恆久不變嘅愛，係恆久不變地守約嘅一種嘅愛，所以係唔會變嘅。守約施慈愛嘅神就係我哋所相信嘅神。分享一個故事，係一個牧師嘅分享。有一個牧師分享佢主點樣影響佢嘅祖母。佢嘅祖母咧係一個牧師話係一個目不識丁嚇，即係唔係好識字嘅一個祖母婆婆啦。佢一生倚靠神，佢成日咧喺鄉村嘅地方去探訪啲村民，同埋傳福音。當然佢都成日都去為佢啲仔啊、孫啊懇切咁去禱告。有一日，婆婆喺祈禱嘅時候被聖靈感動，佢不斷咁大聲去背一句嘅説話，一句嘅經文，係以賽亞書嘅第44章第3節。佢話：因為我要將水澆灌口渴嘅人，將河澆灌乾旱之地。我要將我嘅靈澆灌你嘅後裔，將我嘅福澆灌你嘅子孫。婆婆得到呢啲經文之後咧，佢好開心，佢非常之滿足。原來婆婆一直去求神，求神俾佢一個應許，賜俾一句聖經嘅説話。呢句就係神賜俾佢嘅説話。呢個婆婆即刻就對佢嘅女即係牧師嘅姑媽講啦：我而家咧可以安心去見主啦，因為神已經聽我祈禱，將聖經嘅説話話咗俾我聽。喺第二日，天氣好炎熱，佢就飲咗一杯冰涼嘅飲品。下晝咧，佢就吩咐屋企人咧替佢梳洗啊、抹身啊，然後佢就瞓喺床度，將隻腳收埋起嚟咧，佢就話安然見主咯。我唔知咁樣講，大家覺得點？我就覺得好安慰啦。如果呢個係我就好啦。婆婆見到嗰位守約施慈愛嘅主喺佢身上面嘅憐憫啦。當然我講到呢度，大家唔知個腦裏面會出到一首你好熟悉嘅詩歌呢，我就有啦。守約施慈愛嘅神，其實就係講緊我哋聽，主係信實無邊啊！識唔識呢首啊？應該識啦。我哋睇下第一節好唔好啊？願呢首嘅詩歌去幫助我哋再一次思想，神係守約施慈愛嘅神，信實不變。佢話慈愛嘅主信實無變，在每日嘅清晨，主嘅愛已經彰顯。慈愛嘅主信實無變，冇分陰晴，主愛都禮免。愛慕到主嘅跟前，渴慕主嘅引牽，困苦壓迫，憂心掛念，神嘅愛必不停斷啊！睇到嘛？唔係忽有忽冇啊，係必不停斷。神嘅愛終不改變，不變嘅愛反映神係信實，反映神係守約。弟兄姊妹，呢個神就係我所相信嘅神。你哋掌握住嘛？有呢個經歷嘛？如果有嘅話，我哋喺息間安靜嘅時候，你向神獻上感恩，多謝主，好嘛？我哋一齊同心禱告。我哋安靜片刻，我哋先嚟到神嘅面前，多謝主，多謝主用聖經說話提醒我哋，主係守約施慈愛嘅神。
弟兄姊妹，你向神去禱告，然後我會帶領大家一齊祈禱。我哋同心禱告，主，我哋感謝你，因為你係嗰位全能嘅主，你係全能嘅神。喺我過去嘅日子，你帶領我哋出困境，喺我哋絕路為我哋開路。親愛嘅主，你信實無變，你守約施慈愛。主啊，我哋獻上感恩。我哋深深感到你嘅愛永不改變，我哋獻上衷心嘅感恩，多謝天父，聽我哋有聲無聲嘅祈禱，係奉主耶穌基督嘅聖名而求，阿門。